咁所以高估值嘅股份其實係危險嘅，因為畢竟我哋講啲存儲啊、芯片啊，都係即係過去一年升咗好多嘛。咁亦都因為長債息今次飆升，大家即刻推翻晒啲高估值嘅股份出嚟，即係 Mach7又好、芯片股又好，呢一輪就要驚嘅咯喎。我哋仲繼唔繼續信念持有，抑或其實短線要避一避咧？咁樣夾上去就都係想調整下嘅，即係想即係幫個市調整下，因為你早排道指嘅破頂，納指都接近破頂，其實拱到咁高咧，就即係之前企圖佈局嗰個調整就未發生出嚟啦，冇乜點明顯發生到啊，因為6月嗰陣時跌嗰鑊噶嘛，但係嗰鑊跌得好，即係好唔係跌噶嘛。跌咗佢冇跌咁樣，咁所以而家似個係報多次切多次局係再跌過，就將啲息夾上去，咁然後再形成一個氛圍，再懟啲新經濟嘢咁樣咯。咁但係你由於即係嗰啲息上咧，依我頭先講嘅，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危機背後嘅，純粹係通脹憂慮，仲有通脹憂慮主要係油價嗰邊帶出嚟嘅。咁其實你就咁夾啲息就未必好襟夾嘅，即係未必夾得好高嘅，我認為。咁如果啲息唔係夾得十分高嘅話咧，就個市係咪懟咗好多都有個問號喺度咯。但係始終係啊，如果你要懟大圍嘅話，即係大圍個市要坐翻落嚟咧，咁你一定係坐 Mach7嗰扎嘅。咁所以呢 round 跌市咧，我諗佢想做翻個調整似樣啲嘅咧，咁 Mach7就一定要跌。如果 Mach7唔跌嘅話，你好個納指啊嗰啲好難跌噶嘛，標指都好難跌噶嘛。咁啊要做翻嗰啲落嚟，所以 Mach7而家係亦都開始有鬼股講啦，由 Meta 帶起咁咯。如果係咁啦，短線有呢一個咁嘅調整，係咪一個算係？因為我聽博士中線唔係好擔心啊嘛，係一個幾好嘅吸納機會嚟嘅喎，應該。但係你跌得出先得喎，因為如果你純即係好似我哋之前呢幾年咁樣一路個模式就係股債同邊嘅話咧，當你個股市跌嘅時候，個債市同時跌，啲錢一齊由股債走出嚟，咁你去邊？即係淨係一債市走出嚟都唔知去邊啦。即係入翻股市得啦。但係如果你一股債一齊走出嚟嘅時候，你想齊整啲譬如4大指數一齊跌嘅，咁真係，因為除非啲金啊有得升到黐線咯。如果唔係嘅話，就唔太睇到有咁嘅即係可能性嘅。即係你啲錢其實其實兩個可能性啊嘛，一係就係大規模收縮啦，去槓桿收縮啦，即係叫做發水麵包揼翻實佢，揼翻佢變做麵粉啦，由發水麵包揼翻，即係將個氣球放氣嗰隻啦。而另一種係轉移啊嘛，由一個市場轉移第二個啊嘛。咁如果你去整體去槓桿咧，你要有啲嘢發生先得喎。通常係 macro 出現一啲 cycle 係嘛，即係個經濟唔掂當咁樣，有可能嘅，但係佢去槓桿嗰個而家你喺個股市高位啊，咁初期嘅槓桿都唔係一個好急嘅去槓桿啦，即係可能都慢慢去咯。但係同時間以前見開嗰啲叫做 macro cycle 行一個衰退周期嘅時候咧，你個股市跌得嚟啲嘢避險噶嘛，股債市會升噶嘛。咁如果你今次跌得嚟，你兩樣都一齊跌嘅時候咧，其實就算你係有個衰退都好啊，你結果嗰個整體嗰個股市嘅跌幅咧或者跌速咧唔會十分犀利嘅。即係呢個就似咩？似1979、80、81嗰陣時，如果你出翻嗰陣時嘅市況都係個經濟又係比較立嘅，又雙底三底衰退嘅。咁但係又唔係好深咯。因為你始終個市場啊或者個經濟面嗰個資金係充足啊嘛。等於你一樣啦，你講緊話嗰啲咁啊大嗰啲 giant 話要攞 capex，閒閒地過千億過萬億攞，咁其實都俾到㗎。即係個市場唔係好缺錢㗎嘛。個市場唔係好缺錢，大家有興趣投資係嘛？即係個主題都唔係假嘅，你見咧而家真係行得好快。咁嘅時候咧，個經濟唔會十分曳喎。個經濟唔會十分曳嘅之下之際咧，你話用 macro 去估翻個股市應該嗰個合理嗰個狀態，你好難估到一個大冧市出嚟喎，係嘛？加上個債市嗰邊都跌緊啊嘛，嗰邊又唔吸錢。嗰邊又拱緊啲錢出嚟，咁你大家都褪緊啲錢出嚟，個經濟又唔係太曳，又浸住，咁你變咗成個局咪可能係比較跌得呆滯啊、悶局啊咁，即係嗰種咯，淹悶格局咯，我話。你講到吸錢咧，我又記翻起，即係今次長債息抽升咧呢個風暴啊，其中一個原因都有啲人解讀咧，係話因為啲 AI 公司就係佢喺債市大規模發長債啊嘛，就搶走咗部分嘅流動性，其實即可能驚埋公司債嗰方面，你點睇咧，博士？
係都唔頂嘅，但係我估呢個唔係一個最主要原因咯。都係嗰句啦，你個債息上升唔係淨係美國啊嘛，其他嗰啲都發生緊啊嘛。咁但係你淨係美國公司就吸緊錢啫喎，其他嗰啲好似冇喎。即係你點解釋其他嗰啲國家嗰啲長債息都係升緊咧？即係除非其他國家一齊攞啲錢過嚟美國嗰啲公司度啊，我認為個機會唔係高。咁啊，要睇啦，要睇呢一轉究竟嗰啲長債債息係咪仲係飆上去，同埋延伸都有好多嘅，即係譬如今日一定都要問埋你個 yen。好咁啊，嗱，講個優惠俾大家先啦，講完優惠咧，先再同博士講下啲 yen 啊，就係哈富證券聯成華富財經有優惠送翻俾大家。嗱，註冊咧就可以用模擬體驗金去炒股啦，開戶咧可以將收益部分地提取現金，咁啊金額係高達500蚊港元。嗱，如果入金1萬咧就會送價值咧美金45嘅 SpaceX 股票，再加埋1200蚊港元嘅 IPO 認購券，仲有專屬400蚊港元嘅股票現金券，所以總獎賞金額咧係講緊接近2000蚊港紙。至於如果入金8萬以上啦，額外再送價值大約600蚊港紙嘅 SpaceX 股票，所以總獎賞金額咧係高達2600蚊港元。入金越多，獎賞越高，而獎賞咧係可以高達8800蚊港元啊！嗱，加埋而家 IPO 市場依然可以啦，用哈富去抽 IPO 咧，零利息、零手續，仲有咧就係免費港股、美股、A 股嘅實時行情。另外仲有 AI 助理咧，實時幫你解讀市況。咁啊，有多餘嘅閒置資金咧，仲可以擺喺天天寶啦，自動買貨幣基金，隨時拎翻嚟買股票咧都得嘅。只係哈富證券買賣港美同埋 A 股咧係永久零佣金，平台費都係永久66折，連埋首年交易平台費咧完全豁免。買賣股票最緊要嘅咧，大家都係想慳錢啫。嗱，哈富證券佢母公司東方財富咧喺深交所上市，互聯網券商龍頭，全球用戶過千萬。而喺證監會咧，其實有1號、4號、7號、9號牌照噶啦。開戶方面好簡單，只要掃描 QR code 啦，或者係下載個 app 啦，輸入翻我哋嘅邀請碼 QNET 就可以享用到專屬活動，用字方便咧，仲可以免入金快速開戶。咁啊，大家快啲行動，把握今次嘅投資機會。好，咁啊，博士翻嚟我哋監管資金咧，要問埋 yen 嗰方面啦，因為其實日本嗰個債市都好波動啦，呢一轉即係個債市風暴咧係全球噶啦。咁但係嗱 yen 咧，我啱啱就睇啦，依家都係其實美金對美金嗰邊159水平嘅啫，即係唔係話太大嘅變動。但係因為咧，我尋晚咧見到咧就係麥格理出咗份 report， 講到佢哋7月底咪即係算係好罕有美日一齊干預日元嘅。佢哋好似估到條數咧，話當其時美國當日只係賣出咗價值5億美金嘅歐羅對日元，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其實係好少嘅錢嚟一個係做啲咩咧？即係佢示範作用啊，示範俾你睇。嗱，我真係會出手干預㗎。咁佢形容為嗰個震撼嘅程度咧，其實加持啫。係你話咩話？即係加持下啫。係啊，出口術幫佢一把啫。美國點會有動機？美國啲都幫咁有動機幫佢干預啊！一早我都講咗啦，使乜你話隔離啫？我早2個禮拜講過呢樣嘢，即係其實主要就 yen 掟啲美債掟得多，美國嗰邊又唔想啃 Q 晒佢，即係你成大堆美債掟過去，咁佢咪射緊呢個歐洲嗰邊咯？咁佢唔接晒你即係你掟嗰啲美債咁，佢接晒佢又賣翻啲歐債。買翻啲美債喺 market 度，咁佢美債嗰個壓力就相對低啲，咁歐債嗰邊咪相對又承受翻啲壓力咯，即係佢射開咗度力咯，係咁啫嘛。但日本好出力㗎嘛，7月尾嗰2日話日本嗰度佢哋沽咗800幾億美金嘅美元對日元㗎喎。嗱，雖然對比即係美國好似出手規模好細啦，但係佢講到其實美國佢嗰次出手咁細啫，佢子彈好多㗎嘛。佢話到你聽，我隨時可以出手，又或者我可以出好多次手㗎喎。所以個 yen 其實係唔會跌得翻落去，可唔可以咁樣去 apply 咧？我覺得唔係喎，因為你咁樣出手，其實就係逆水行舟，即係你要知道點解嗰個Dollar Yen係咁行上去嘅原因，就係因為你一路 keep 住一個2-3厘嘅息差，即係視乎你講緊 yield curve 係邊一段。如果你一路 keep 住呢個2-3厘息差個水位差，咁你一水向低流啊，呢個係一定發生嘅，即係呢個係一個自然嘅維差嘅壓力嘅問題。你唔正面去解決呢個問題嘅話，你遲早其實就行翻弱嗰邊啊！即係一啲評論咧，邊啲叫做旁門左道，邊啲叫行正路咧？旁門左道嗰啲評論咧，或者嗰啲分析咧，就會諗政府點樣出手啦，點樣做啲乜嘢咧？跟住我哋就閘住啦，唔喐啦咁樣。
但係即係經濟學就唔係教你呢啲旁門左道，咁教你啲正路係點解會有咁樣嘅流動？點解有 flow 咧？有 flow 一定係有位差先有 flow 嘅。即係你以前學嗰啲 marginal 嗰啲 product 啊，嗰類咁嘅嘢。如果你有個差距嘅時候，佢先至會形成一個流向壓力啊！你要正面處理呢個問題，認真即係長線解決呢樣嘢，你唯一嘅方法就係將嗰個水位差收窄。大家差唔多咁嘅 level，咁咪唔會有 flow 喎，即係簡單講就係一係美國減息，一係日本加息，一係兩樣一齊發生。嗱，而家日本加息就似乎幾積極嘅，我見大家估到嗱，今年9月啦、12月啦、出年3月、7月都估佢加，即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唔覺得咁樣叫積極，我唔覺得咁樣唔積極啊！即係一次過要再加多啲，你一年以8次息，你次次加，每次加可能唔止4分一厘，咁就積極。你得聯儲局嗰陣時積極應對通脹係連續加咗4口4分3厘，連續4次加4分3，每次4分3，連做4次。咁你而家你日本做緊咩嘢啫？係嘛？即係講嚟講去，一味得把口嚟唱，即係個市場亦都失去耐性，認為你就一味得把口嚟講。咁你一路即係你其實你根本就唔想加啦。佢唔想加嘅原因亦都好簡單，因為佢個通脹就講緊2、3厘，但係佢個經濟增長得0至1。佢就得到通脹，佢就唔到經濟；就到經濟，佢就唔到通脹。即係如果你壓通脹其實係人都知嘅，你壓通脹 roughly 係2厘領度嘅。你睇啲長息就知嘅，啲長息咁上下，佢哋個通脹就咁上下嘅。你將個息口撥翻上去長息嗰個位，即係令條 yield curve 平坦。你個長息做緊2厘幾啊嘛，即係你其實一個比較有效壓抑通脹嘅息口水平，至少要嗰個位。咁你而家你距離2厘幾，佢講好多口下喎，6、7口啊至少，係嘛，多4分1口計。咁但係如果你擺個息口係2、3厘嗰個水平嘅話，你個實質經濟增長得0至1啫嘛，咁啊一定係具壓性㗎啦。咁所以佢而家揞沉講咗堆廢話，佢就話個均衡利率唔知係1至2點幾，即係其實佢就係 GDP 同 CPI 之間就係一個均衡。佢而家咁樣 label 呢件事。但係呢件事咧，雖然唔具一個經濟壓抑性，但係壓唔到通脹嘅。同埋你呢個咁嘅 GDP 增長咧，同美國差好遠。如果你 keep 住一個均衡 in a sense of 經濟面嘅均衡嘅息率嘅話，咁你就一定同美國個息口有2、3厘差距。咁即係話呢個美元對日元套戥就一路繼續會發生。套戥似乎就冇咁快會完到啦，大家一定都可以賺到啦。但係你真係睇個 yen 再穿160嗰個機率大唔大？會唔會去翻7月尾嗰個？梗係會穿啦，梗係會穿啦。咁即係唔使急住買喎，有買嘅機會喎，大家。你一路咁上去，咁你咪得閒就干預下咯，係啊。即係唔係你等於你個桶漏水咁，你咪得閒要裝滿佢，係咁漏啊，或者你間屋漏水咁，你得閒要筆水，即係就同一個道理啫嘛。即係你而家解決嗰件事，你就要將個水位差去拉平，佢都冇解決到。你一味聲大話會加息，你講啫嘛，講咁多加幾次啫，係咪？會嘅，佢似係有加，不過就學你話齋咯，好輕微咯，即係佢 expect 去到下年嘅7月先可能去到2厘喎。我哋 expect 一個 meaningful 嘅加息係講緊1、2、3厘咁掃就去，唔係講緊一兩三口，仲會唔知拖幾耐，唔係嗰種。通脹係唔會等你，唔係即係你唔會話你唔想加息，個通脹就等你唔行嘅，唔會嘅。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即係事實上而家通脹都係嘭嘭聲上緊去嘅，個 yen 都係咁貶值啊，貶值又會進一步引發通脹嘅，即係呢個惡性循環嚟嘅。係，我哋啲網民都話，如果佢個月咁干預法，其實好貴嘅喎。係啊，冇意思㗎，你咪個倉搞下，咪啲錢冇晒咯，係咪？咁我哋貨散戶應該仲可以等，再可以唱喎。即係我想知你嘅分析係你覺得一定會有機會再穿160？買單係咯，即係區間定係佢會繼續直情穿埋之前164嗰個位，我哋到時先再大手買入都得。佢會穿㗎，你而家160呢啲齊頭位，佢就企一企啫嘛，頂一頂啫嘛。你一破咗162、163 163行得咁就知164得啦。你其實你形態上都係浪高一浪㗎，一頂高個底，一腳高過一腳。咁其實即係你唔講頭先嗰堆廢話，你純講技術面，你睇圖你都係買上㗎啦，係咪先？
哇！我哋又留翻個記錄先啦，博士，睇幾時穿164你嘅預言又成真啦嚇。唔係，但係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債啦。咁冇嘅，你做翻落嚟就梗係快㗎啦。佢干預三兩棍係嘛，大支陰燭。咁但係你升上去就慢慢上咯，你照度咯，幾個月到咯。